教句释文第63集。这字占一般的解说是占卜的占，若是安尼，占为车站，只要变成有一个无意义声符的形声字号，点面阁是啥？占是占到鸡毛号，有怪怪无？运册有留一寡线索通参考，甲卜卦无关系的解说。咱对甲骨先生来学看卖。这字读卜，小句壳剥开的声音，所以读入声的卜。汉字有另这字哦，一直一小环，无人教过的一字，但是闽南语真接咧讲的定用词，读音点，有异物感就是点。例句目睭点着沙，所以目睭会点点的感觉。另一个读音点，中声点，带入种子的意思。例句病仔骹点菜瓜子，心像种子安尼点入去，就是安静。古文有写，安静就是点点，就是点皱皱。点菜瓜子，教育部嘛有这字哦，因安尼写有文化深度无？这字是点的扩大范围，字形是将点将围，点是顶一支旗仔伫涂骹，围是占领区，安尼这字的本意就是甲占领的地区做标记，读音占，假声占，就是占的本意，人才爱占为己有嘛，是吧？占一个适当的场所来开店。店面的店，甲占卜无关系，有一个有意义声符的店。车站无一定爱用徛的，甲站当作是徛，是北方大音字。车站嘛会使坐啊，站是占一个位置，是为一个范围，甲入无关系。车站是单车的范围，是有意义的形声字。北方大音字改变汉字原本的读音甲意思，若以这种走精的中文来研究汉字、研究台语文，应该会产生真大的困难。北方大音字的观念无好理解吗？现代教育部会使帮助咱理解这种的观念。站甲时间性无关系。教育部煞教人纳政治的迄段时间是迄站，是毋是走进去啊？这字才是时间性的站。例句：这站啊，讲真济形声字。让站嘛是让过一段时间的站。现代有即款的教育部，你找到的所有的文献，有可能是古早形态的教育部无？为字形来捌字。可能是判断文献的一个好方法。换来讲，这字的字形将对、将基或者将点，对的意思急也、对也。这字的意思就是骹后底拖着小鸡，小鸡是好早的家具，本意是乞食早着鸡丝四界流浪。算是假就的字数不定，读音点或者读淡，屈就的意思。例句：你即马住伫倒位？我踮伫庄骹。我踮伫庄骹，踮也会使读淡。你踮遐偌久啊？这字淡是时间性较长，另这字淡是时间性较短。例句：你先踮遐等我，我念物仔就到。这字綴真重要的一字，骹后底有人在跟綴，綴前綴后的綴，綴位这字嘛借用做疑问词，有的口音读倒。从哪里就是为倒位，嘛是对倒位。春风对面吹，爱写这字对哦。换来讲，这字形是将虎头、将綴、将基或者将点。金文
画一个虎大王，代表权势，穿着大双鞋仔，代表拄剑，尻川坐伫額頭的人形椅仔，代表这是有权势人斗的处所。读音大是只读拄。大的本意好体也，用伫动词较济，例句大厝内比大外面较凉。整理一下，点是将近失传的汉字，咱对甲骨先生甲扣转来。占是扩大范围做记号的点。有安尼简单的认捌，占、点、点、站，就毋是无意义的形声义字语，声符拢是有意义的。即站仔较无用，即字时间性的站。踮倒位，踮倒位，时代真接讲的台语，嘛是将近失传的古典台语，咱紧甲学起来。另一字是占留的踮，踮遮稍等一下。虎大王的处所，动词读大。阮阿母讲的大外口热趖，拢毋知影通当家。即集讲到遮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